由澳門汽車總會主辦嘅迎全運經典老爺車同埋電單車活動，今日上晝喺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，旨在通過獨特嘅汽車文化形式，為全運會預熱造勢，以迎接即將到嚟嘅全運會。由25架經典老爺車同埋25架電單車組成嘅車隊，涵蓋咗唔同年代嘅代表性車型，每一架都經過精心保養，車身均張貼咗醒目嘅全運主題裝飾，既展現咗復古美學，又傳遞咗全民全運嘅精神。直情啦，除咗推廣汽車運動之外，亦都加入咗宣傳全運會嘅元素啦。另外，亦都體現到全運會澳門賽區嘅所有工作咧，唔單單係政府舉辦啦，好多民間嘅團體啊，好多嘅澳門居民啊，都好積極響應啦。咁我哋好有信心啦，喺11月正式運動會期間咧，全澳門嘅居民一齊參與其中。復古嘅車型同現代嘅城市景觀交相輝映，本次活動將經典汽車文化與全運精神相結合，係一次創新嘅嘗試。期望活動唔單止喚起市民嘅懷舊情懷，更能點燃大家參與體育嘅熱情。